后来镜头锁等来台湾来看，这个南台湾一直以来拢真烧热，所以一寡保暖的物品伫个南部拢真无销。也毋过今年为年初到达，小连续的寒流甲冷气团，互南部嘛来出现着罕见的低温，所以包括这个暖包啦、电烧器啦、电烧炉等等，讲这个药妆店甲大卖场拢袂甲欠货，毛帽啊、毛套嘛一直咧补货，还有火锅的料理包，这个放上架都去互抢卖了咯。你们有暖包吗？没有了，卖完了。小姐，请你们的暖包在哪里？卖完了。请下你们暖包放哪里？卖完了呢。去到倒位拢共款，暖包卖了啊。暖包不会到货了。为什么？一年就一批而已。暖包一年敢若进一摆货尔，因为南部一向拢真烧热，这摆真罕见有够寒，暖包互人抢了了。比口罩部分真的还蛮难买的，因为外面现在都是缺货的。到底还有哪些东西卖到缺货？我们实际来到卖场来看一看。你们还有电暖气、暖炉这些吗？哇，不好意思，目前都已经销售一空，上个礼拜都已经抢购一空了呢。电热器嘛，红订了去啊，要订嘛订无啊。一天啊，卖到40-50台有啊，基本上都在扫光了啊。要油啊，有用外头顶顶拢袂甲下叫。业绩大概成长了几成？应该是有超过70%左右吧。来看另外一边，工作人员伫补货拢是火锅汤头、火锅料。你现在补什么？那个牛肉卤啊。寒流甲冷气团相对，和高雄大卖场相关的产品业绩有够好。火锅的用的叶菜类、肉片，还有火锅料，那跟平常时的成长率大概目前是成长在3倍左右。那整体的一些黄寒的商品啊，成长大概在70%左右。关系几年来暖冬拄到这寒的天气，南部人真正强要化救人。冷到爆！我觉得我冷到很委屈，冷到很想哭，疯了，真的是要疯了。我也是快崩溃了。寒日拄到这寒的天气，无怪南部人会强要挡袂牢。